再来看一桩意外消息，这是海巡署的东部分署有一个姓黄的阿兵哥，伫咧洗身躯的时阵，熊熊哀一声，在附近的人赶紧走过去看，才发现讲伊敢若就是去互电到人倒伫咧涂骹。加在经过抢救了后，已经恢复喘气甲心跳，也毋过这个昏迷指数也是真低。目前海巡分署已经甲现场甲封起来，会进一步过来调查。 伫七十暗7点外，一台救护车驶来海巡署东部分署，因为接到报案，有一位姓黄的志愿役士兵伫洗身躯时阵，突然间喊一声真大声，就倒伫涂骹袂起来。患者就躺在浴室，然后现场有人帮他做 CPR， 然后我们就把他拖出来到一个相对安全区域，然后再执行我们的救护流程。 救护人员到位时阵，发现姓黄的志愿役士兵胸坎敢若有去电着的分量，不过看四周边现场并无可疑的电器产品或者是电线。经过抢救了，已经恢复喘气心跳，送到台东的马街边抢救。虽然这么生命现象稳定，不过昏迷指数真低，唔知影人。中间我们有帮他做 AED 的电击，那还有电击之后持续 CPR， 他就有恢复生命迹象。 他昏迷指数很低吗？就是无意识的状态。伫咧宿舍液经洗身躯，为什么去电着？详细情形也来调查了解。东部分署先甲司法现场封锁，进一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